各位網友，願請慈悲嘅世尊憐憫我哋嘅無知，給我們有個補救贖罪的機會，告訴大家用什麼方法才能報答父母的深恩呢？佛陀便以8種妙法曉諭眾弟子：你哋既然知道父母恩德深重，現在我且為你哋說明。假如有個人左肩挑住父親，右肩擔着母親，繞着須彌山而行，擔子將皮肉磨破，又穿透咗骨髓，亦不叫苦，鮮血流落來，淹沒咗竹籮，如此經過百千萬劫，仍然報答不了父母的深恩。假使有個人生在饑荒嘅年代，為咗不使父母捱餓，割下身上所有嘅肉，切成肉屑，供父母充飢。雖然如此孝心，經百千萬劫，還是難以報答父母的恩德。倘若有個人為咗自己嘅父母親，用利刃將自己嘅心挖出嚟，以致血流遍地，仍不怕一切嘅痛苦，咁樣歷經咗百千萬劫，還是不能報答父母嘅深恩。要係有一個人為咗父母親，忍受千百支嘅刀刺利刃，同時刺在自己嘅身上，直插橫穿，經百千萬劫，仍然無法報答父母嘅深恩。假使有人為咗祈求父母嘅平安長壽，以自己嘅身體來點燃佛前燈，如此供養如來，經過百千萬劫，還是不能報答父母嘅深恩。如果有人為咗報答父母嘅辛勞，赴湯蹈火，斷骨出髓，雖經無數萬劫，仍然報答不了父母嘅深恩。假使有個人為咗善盡指責，代替父母吞下火熱的鐵丸，全身被赤鐵燙傷，焦難不甚，如此經過咗百千萬劫，還是不能報答父母的深恩於萬一。呢個時候，大家聆聽咗佛陀開示嘅種種父母深恩，個個悲傷落淚，心如刀割般嘅難受，又想唔出如何報答父母深恩嘅方法，真係羞愧不已。於是齊聲向佛陀叩問：世尊啊，現在我哋深知自己係不幸嘅罪人，但係唔知道點樣做先能夠報答父母嘅深恩呢？佛陀見大家都有愧意，即歡喜的告訴大家：如果想到報答父母的恩德，至少應該為父母做下列6件事：一、寫呢一部經；二、讀呢一部經；三、懺悔一切罪過；四、虔誠供養三寶；五、必須受持齋戒；六、多布施，勤修善法，廣植福本。呢6件事都能辦到，就係孝子；否則嘅話，就係地獄中嘅眾生。佛陀接着又向阿難尊者等說道：不孝父母嘅人，
命終死後必然要墮落到阿鼻大地獄去。呢一個地獄中環有8萬由旬，四周都係鐵嘅城牆，周圍設有羅網，使囚犯無法逃脫。地面都係鐵板，有烈火燃燒着，到處雷光電火，又有銅漏鐵漿澆灌在罪人嘅身上，仲有口吐烈火嘅銅狗銅蛇追噬住犯人，一個個被燒得肌膚焦爛，苦不堪言。空中更有數不盡嘅掛鈎、槍筒，滿地又係鐵質嘅斧錘、長矛、刀山、劍樹等種種嘅刑具，隨時都會對準囚犯砍殺落嚟。地獄罪犯受此百般嘅苦楚，永無休止，亦唔知道要經過多少嘅劫數。即使喺呢度受過咗刑罰，又要打入其他嘅地獄去，頭上帶住熾熱嘅火盆，還要受鐵車壓身嘅折磨。鐵車來回剪過，長肚都碎裂咗啦，骨頭斷折咗，皮肉全爛掉了。一旦之間要忍受千生萬死嘅痛苦，就是慘不忍睹。呢啲地獄嘅罪囚都係生前犯咗忤逆不孝嘅重罪，先會受到如此嘅折磨，百般嘅苦楚。呢個時候，大家聽完佛陀嘅開示，都深為慚愧，悲傷流淚，向佛陀乞問道：我哋大家點樣做先能夠報答父母嘅深恩呢？佛陀答道：要想報答父母嘅恩德，最好嘅方法莫過於編印此經，使到呢一部經廣為流傳。能捐印一冊，就有見到一尊佛嘅功德；如果捐印10冊，就能見到10尊佛。以話類推，印100冊、1000冊、10000冊，如此類推，就能見到百尊、千尊、萬尊嘅佛陀。凡是捐印能書啟發眾生嘅人，諸佛必然常常隨護在佢嘅身旁，並且以佛力使其父母及本人得生天上，享受天人嘅樂趣，而不至墮落到地獄受苦。阿難尊者及眾人，包括天龍八部與轉輪聖王等，諦聽了佛陀的教化，悲不自禁，愧恨不已，全身嘅毛髮都豎咗起嚟。大家同以愧疚嘅心情向佛陀真心懺悔，發誓從現在起一直到無盡嘅未來，就係經過千萬劫年，我哋大家即使粉身碎骨，成了塵埃，亦一定堅守如來嘅神聖教誨，不敢稍有違背。我哋寧願被利鈎拔出舌頭，長達由旬，再由鐵犁從上面耕剪過去，使得鮮血匯流成河。如此經過百千年劫嘅時間，亦都矢志不違背佛陀嘅教誨，寧願在千百利刃作成嘅刀輪中進出，受尖刀利刃嘅刺身刮骨，亦不會違背佛陀嘅教化。即使被鐵網緊緊地裹住全身，痛苦難忍，雖經千百萬劫，也不會提違背如來嘅教誨，寧願讓刀春等刑具把身體搗成肉醬，即使皮肉筋骨難以辨認，
經過數千百劫，也永遠不違背佛陀嘅教誨。之後，阿難尊者安詳地從座位中起立，恭敬地向佛陀請示。佢話：世尊啊，此經應當如何稱呼呢？以便我等遵守奉持呢？佛陀就告訴眾人講：呢部經叫做《父母恩重難報經》，大家要好好地遵守奉行。呢個時候，阿難及眾弟子與天龍八部等，大家恭聽咗佛陀嘅開示，茅塞頓開，心生歡喜，各人下定決心，永生永世謹遵佛陀嘅教誨，以行孝盡孝為即事。而後眾人向佛陀頂禮膜拜告退。